形象与能力，人生职场的伪装攻略。现代社会，无论你内在多有才华，没有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外表，你可能连展示内在的机会都没有。研究显示，第一印象的形成通常只需短短几秒，而外貌在此过程中占据了多达 55% 的影响力。一项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陌生人的第一印象中，外表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对方能力和可靠度的判断。这就像一场舞台剧，观众第一眼看到的是服装，内容再好也要过了外观这关。换句话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你穿的好点，然后开一辆豪车，欺负你的人是不是就少了？这是个老生常谈的社会现象。当你穿着得体，甚至是名牌加身，再配上一辆闪闪发光的豪车，整个世界对你的态度似乎都不一样了。对比之下，如果你衣衫朴素，开一辆老旧的二手车，恐怕还没开口就已经被贴上不值一提的标签。换个角度想，这未免也太现实了吧？明明你的内在才是重点，怎么就被一层布料决定了价值？但这就是现实。人类对外表的偏见如同内建的程式，改不掉。所以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前面，否则再有才华也可能淹没在人群中，无人问津。实际上有无数案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一项针对求职者的调查发现，穿着正式的应聘者被认为更有能力，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高出 40%。此外，企业家 Elon Musk 曾在接受访谈时提到，他初次见投资者时刻意穿着正式，因为他明白这样才能让对方首先对他产生信任。这些例子无不说明，形象的力量在许多关键时刻决定了你能否跨过第一道门槛。或许你会认为穿好衣服和开豪车只是虚荣，甚至是一种表面功夫。然而，这种表面功夫却是进入某些圈层的门票，因为人们往往对富有与能力存在天然的联想。当你的外在形象能够吸引他人注意时，才能获得展示实力的机会。成功与失败，青菜也分3、6、9等。当你成功了，哪怕每天吃青菜豆腐，旁人也会说：“哎呀，人家有钱有地位，还这么养生，低调有品位。”但如果你不幸落魄了，别说吃青菜，哪怕是餐桌上的素汤豆腐，也会被嘲笑成寒酸。成功者的青菜是健康理念，失败者的青菜是无奈选择。这就是成功学的笑话。这种现象的本质与人们对成功与失败者的评价偏差有关。社会倾向于用光环效应美化成功者的行为，而对失败者则套上偏见的有色眼镜。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被认定为成功者后，旁人更容易对其行为赋予正面意义，而同样的行为在失败者身上则会被解读为无能或可怜。这种认知偏差既源于人类天生的归因习惯，也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特别是在强调竞争与成就的社会中更为明显。例如，一位知名企业家即使做出失败的投资决策，仍可能被称为敢于冒险，而一位普通人同样的选择却可能被批评为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成功能为你的选择增值，让同样的行为被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连你的失误和缺点都会被包装成个性或特点，而不是缺陷。这种现象虽然不公平，但却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社会现实。所以，别忙着对现实抱怨，学会包装自己，这才是翻身的开始。毕竟，你不仅要让别人看到你的努力，还要让别人看得起你的外表。改变自己最快的方法，做你害怕的事。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实践。因为害怕就是人类的天性。比如公开演讲，许多人宁愿跳进游泳池，也不愿站上台说话。然而，勇敢去做那些让你腿软的事情，往往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想象一下，你站上了那个你害怕的讲台，一身得体的装束，再加上流利的语言，瞬间从无名小卒变成了焦点。与其害怕，不如直面挑战。这不仅是突破心理的练习，更是一种形象升级的方式。其实，每一个让你害怕的场景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成长的机会。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舒适区之外才是成长的地方。当你勇敢挑战恐惧时，不仅内在会变得更强大，外在的自信也会逐渐体现在你的行为和形象中。此外，面对害怕的事，还能帮助你重新定义自我，建立更高的心理韧性。人生的每一次突破，都来自于你对恐惧的正视与征服。
当你克服一次，就能收获更多的成就感，而这些小的成功最终会累积成大的改变。依赖别人是在慢性自杀。大树底下无大草。你也许觉得有人为你遮风挡雨是一种幸运，但这样的庇护往往伴随着一个代价，你的成长会因此受到限制。长期依赖别人，最终可能让自己丧失独立的能力。这种慢性自杀比突如其来的挫折更可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际关系不重要，你可以有贵人提携，但核心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为你兜底，自己才是唯一的大树。独立并不意味着拒绝帮助，而是拥有在失去帮助时依然能站稳脚跟的能力。真正的强者懂得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并最终成为别人依赖的对象。一旦你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就会发现，依赖别人是一种自我捆绑的枷锁。而当你摆脱这种依赖时，你的内心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力量。搞关系的奥义。俗话说，搞关系就是吃喝玩乐，送礼就是投其所好。听起来似乎很肤浅，实际却是高深的人情学。人情世故无非是礼尚往来，而人际关系的本质则是合作愉快。社交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多送礼，多社交。当你送出一份礼物，不仅是表达了你的心意，更是一种投资，为未来可能的合作铺平道路。送礼听话感恩分钱，同流合污，听起来像是负面的标签，但这些行为无非是建立关系网络的基本手段。此外，搞关系并不仅仅是表面的寒暄和礼物交换，更重要的是找到彼此的共同利益。真正成功的关系是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而非单纯的奉承与讨好。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真诚。真正能够维持长久关系的，往往是基于真诚的情感与互相尊重。再多的利益交换，也比不上一次真心的帮助。行走社会的精髓。在《社会》这本厚黑学的教科书里，行走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包装自己，主动出击，适度妥协。一、包装自己不是单纯换身名牌，而是全方位展示自己的价值。二、主动出击，不要等机会上门，自己去制造机会。这包括主动与人交往，学会推销自己。三、适度妥协，懂得人情世故，适当低头，不是失去尊严，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这3点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充满挑战，因为它要求我们既要保持内心的坚韧，又要灵活应对外界的变化。社会如同一场棋局，每一步都需要深思熟虑。而在这些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学会用长远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当下的选择。有时候，一时的退让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蓄势待发的策略。小结。所以，当你穿的好点，开辆豪车时，或许这只是套路的一部分，但它确实能帮助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更快地赢得别人的注意与机会。然而，真正的成功并非仅靠外在包装，还需要内在实力的支撑与不懈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形象与能力并重的同时，更应该用长期的视角来规划自己的成长与目标，让内外兼修成为我们的立身之本。